各位觀眾朋友，你們好，我們的循環線來到第75集。對不起，此片出了點問題，請耐心等待。話說，今天是3月29日，是本影片的創作者小編2的生日，希望大家喜歡小編2的作品。請大家在開始睇片的同時，留言提出對我們影片的意見，或想對我們說的話，讓我們可以更進一步。謝謝你們的支持。今集帶大家來到華富中，乘搭城巴94呢這條假循環路線。為什麼94呢是假循環路線呢？因為城巴在路線備註中表明，往利東村方向由華富中至香港真光書院登車的乘客，若需繼續前往漁安苑或之後往華富中方向的巴士站，需於利東街市站重新繳付車資。但現實是，除了像我們的巴士迷為拍攝這條路線的全程外，很少會有乘客會在香港真光書院前上車到華富村下車的，車長亦很少理會乘客有冇搭足全程的。話說1993年中華巴士因經營不善而被運輸署直接將中巴旗下28條路線交予城巴經營。中巴為了搶回48線由華富來往香港仔及98線由利東來往香港仔流失之客源，向運輸署提出開辦94支輔助路線循環來往華富中及利東村，聲稱是為舒緩主線在繁忙時間的擠迫情況，最終竟然又獲准開辦喎。中巴94呢於1993年10月25日首航，循環來往華富中及利東村，最初只於每日早上至傍晚提供服務。5年後，中巴專營權結束，改由新巴營辦。1999年獲提升至全日服務，2001年再提升為全空調路線，2010年加入循環線乘搭限制，成為假循環路線。2019年增設由華富中往利東街市之晨早特別班次。2023年因應城巴新巴專營權合併，改由城巴營辦。現時94呢由華富中開出，服務時間為每日上午6點至下午6點30分，每25至30分鐘一班車。另外，星期一至五公眾假期除外，7點12分及7點35分由華富中開出的班次，會以利東街市為總站。好吧，我們準備上車，祝各位旅途愉快。
經過37分鐘，我們又回到華富，中啦。90A 多年來均與48和98爭取相同的客源，但班次卻很疏落，令90A 年年蝕錢。現在最大的客源是裕華富、香港仔、利東返學的學生呢。今集我們就到此為止了，多謝你們的收看，我們下集再見。亦很多謝大家對小編2的生日祝福。